好来，乡亲啊，咱继续要来讲春天，果然是一个千变万化的季节。无怪人会讲春天后无面，这个昨也阁真好天，但是透早一个起床，北台湾就落降10度，反冷阁来落雨。透早上低温伫咧桃园只有13度4，今仔日规天拢是湿湿凉凉的天气。这礼拜小连续来2波的冷空气，除了今仔日这波之外，另外一波拜六会到位，到时阵这个高温会降到21度。放3天的假，迎接上班的天气，不过天顶拢是乌云，而且阁落雨，脚嘛对咧澹漉漉，和前一天出日头的好天相比，实在差真多。温度一日就降到10度，进入春天果然是春天后无面，讲变就变的季节。而这波东北季风影响在明天，然后星期4、星期5会渐渐减弱。我们刚刚提过，星期6又另一道锋面影响。锋面来的时候，北部东半部地区开始会有些下短暂阵雨的几率，连中部的山区在星期6也会有些下短暂雨的几率。因为有锋面，雨会落几天。2号透早开始，落雨的范围自北部、东部，搁增加到中部山区，一直到明仔透早，中部以北拢会落雨，水汽变多，加上气温嘛下降，高山地区更有机会落雪。锋面离开以后，中部的水汽就少了，所以目前看起来，包括星期6、星期天的锋面啊，所以目前预估这一周2波锋面及东北季风增强，在高山地区降雪的机会是比较低的。落雪机会较低，不过要注意，这礼拜有2波冷空气。2号先有第1波锋面，北部敢若剩14度的低温。拜4开始，东北季风减弱，气温会较回。不过西半部和离岛会大雾影响能见度。拜六阁有另外1波冷空气，阁要开始落雨。不过中南部颠倒要注意，日时天气真舒适，早晚的温差可能阁会差超过10度以上。